喺21世紀嘅今日，如果有人同你講一個人嘅命運喺出世嗰一秒已經被徹底定死，你敢唔敢相信？印度呢片充滿神聖嘅土地，一半係高速發展嘅現代文明，另一半卻係延續咗3000年嘅血統枷鎖種姓制度。婆羅門、剎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羅呢4座大山一直壓喺印度社會之上，但喺金字塔最底層下面，竟然仲踩住一班隱形人——達利特人。佢哋係所謂嘅不可接觸者，係陽光照唔到嘅賤民。逃婚、清理有劇毒嘅下水道、焚燒屍體，呢啲就係佢哋唯一嘅生存選擇。佢哋到底生活喺一個點樣嘅世界？喺現代印度嘅浪潮之下，呢班被詛咒嘅底層人真係有哪怕1/1000嘅機會翻身嗎？今日我哋就嚟詳細講下印度嘅達利特人。種姓制度係一套以血統為核心嘅社會等級體系，普遍存在於南亞次大陸嘅印度、孟加拉國、斯里蘭卡等國家，其中以印度嘅等級壁壘最為森嚴。呢套制度嘅起源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雅利安人嘅入侵。雅利安人係古印度同古伊朗嘅共同祖先，佢哋入主印度大陸之後，為咗管控本土原居民，就將自己族群劃定為最高社會等級，再一層一層向下細分出等級秩序。呢套規則嚴格限制底層民眾反抗，禁止唔同等級嘅人通婚，慢慢演變成古印度最核心嘅社會準則。當中一部分觀念同規矩，直到今日仍然被保留落嚟。印度最古老嘅詩集《尼俱吠陀猿人歌》完整描繪咗呢套等級體系嘅由來。典籍將世人劃分成5個等級，並且以萬物主宰猿人呢位神明作為溯源。猿人嘅嘴孕育出婆羅門，雙臂孕育出剎帝利，大腿孕育出吠舍，雙腳孕育出首陀羅。其中婆羅門同剎帝利屬於高階種姓，吠舍就係中間種姓。呢3類群體擁有輪迴轉世嘅宗教資格。首陀羅屬於低階種姓，無法參與輪迴轉世。而地位最卑微嘅底層民眾，連基本嘅宗教信仰權利都被剝奪。喺古印度嘅社會體系入邊，婆羅門作為第一等級，由僧侶同貴族組成，獨享國家各類特權；剎帝利位列第2，掌控國家軍事力量同行政權力。第3等級嘅吠舍冇任何特權，主要負責經商貿易、繳納賦稅、維繫社會經濟運作。第4等級嘅首陀羅係社會底層平民，屬於服務階層，大多數係傭人、工匠，亦都係印度人口基數最大嘅種姓群體。而被排斥喺4大種姓之外嘅達利特人，喺傳統社會入面根本唔被視為完整嘅人，一世都只能夠從事各種低端又污穢嘅勞動。由於賤民呢個通俗叫法帶有一定嘅歧視色彩，後文會統一用達利特人去指代呢個群體。達利特喺印度語入邊意思係被壓迫嘅人。種姓制度實行世襲制，階層身份一世固定，好難改變。民眾嘅社會地位、經濟水平幾乎完全由出身種姓決定，底層人群想向上跨越階層，基本上冇乜可能。同時，種姓唔等同普通姓氏，唔可以隨便更改。成功改變種姓嘅案例可以話少之又少。高種姓人群為咗維持血統純正，通婚範圍只限同等階層，跨種姓婚姻需要付出極高代價。如果高種姓男子迎娶低種姓女子，女方就必須徹底斷絕同原生家庭嘅所有聯繫，同時仲要準備價值高昂嘅嫁妝。如果係高種姓女子下嫁低種姓男子，女子就會被家族趕走，成為成個族群嘅恥辱。而最極端嘅情況就係高種姓女子同達利特人結合，呢類行為會觸發家族嘅榮譽謀殺，當事人會被家族成員用私刑殘害。呢類悲劇喺印度早已經屢見不鮮，足以睇得出跨種姓婚姻面對嘅巨大阻礙同風險。喺印度，民間有好多種分辨種姓等級嘅方式，膚色係最直觀嘅判斷標準。皮膚白色、五官偏向歐亞人種嘅民眾，大多數都屬於高種姓。唔少樣貌出眾、皮膚白淨嘅印度女性，都係出身高階階層。而膚色黝黑、外形偏向黑人嘅民眾，基本上都係低種姓、衣衫破舊、聚居喺貧民窟嘅人群，幾乎全部都係達利特人。當然，亦都有特例，部分婆羅門信徒膚色偏黑，但可以透過服飾身份去分辨。呢類人群大多同時兼任印度教派領袖身份。姓氏亦都係分辨種姓嘅重要依據。夏爾馬、辛格、甘地、沙等姓氏歸屬於高種姓範疇。以 Raj 作為前序嘅姓氏，隸屬於第2等級剎帝利。美劇《生活大爆炸》入邊嘅角色 Raj 就係高種姓人設，呢一點亦都係導演刻意設計。印度現任總理莫迪出身於普通種姓吠舍。喺婆羅門、剎帝利呢類頂級高種姓眼中，吠舍依然屬於底層種姓。莫迪由普通民眾躋身國家最高領導層，係極為罕見嘅吠舍階層逆襲案例。但呢類階層飛躍只局限於經商嘅吠舍群體。
對於等級更低嘅首陀羅同達利特人嚟講，想要成為國家最高掌權者，幾乎可以話係天方夜譚。除此之外，大多數高種姓印度男子出世之後，手腕上都會佩戴專屬聖線作為身份標識。聖線由三股絲線難製而成，材質會按照種姓等級區分。婆羅門男子佩戴棉製聖線，剎帝利男子佩戴亞麻聖線，吠舍男子佩戴無線聖線。呢條絲線係高階身份嘅象徵。相傳高種姓男子遇到達利特劫匪嘅時候，只要露出手腕上嘅聖線，劫匪就會主動避開。亦都有唔少高種姓男子平日唔會佩戴聖線，因為佢哋本身白皙嘅膚色早已經好直觀咁顯示出自己嘅階層身份。踏入現代社會之後，印度憲法早已經喺法律層面廢除種姓制度，仲專門為低種姓人群預留咗政府公職高效錄取嘅專屬名額。但喺印度廣闊嘅農村地區以及民眾根深蒂固嘅潛意識入邊，延續咗幾千年嘅種姓歧視依然普遍存在，從來都未曾徹底消散。達利特人作為傳統意義上嘅不可接觸者，遭受住全方位嘅差別對待。喺好多偏遠鄉村，佢哋冇權使用公共水井取水。高種姓民眾認為達利特人接觸過嘅水源會受到污染。如果達利特人嘅影子落喺婆羅門身上，對方就會認定自己被玷污，必須返屋企沐浴齋戒，完成一整套繁瑣嘅淨化儀式。部分地區仲有嚴苛嘅不成文規定，達利特人禁止着鞋踏入高種姓聚居區，經過相關區域嘅時候必須除鞋，以此顯示自己卑微嘅身份。職業層面，達利特人嘅選擇極度受限，絕大多數人只能夠從事最辛苦、最污糟、最危險嘅底層工作。其中最典型、最令人心酸嘅就係徒手疏通下水道。雖然印度早已經出台法律明令禁止呢種行為，但受限於落後嘅城市排污系統同低廉嘅人力成本，每日依然有數以萬計嘅達利特人只係着住一條短褲，冇任何防護裝備，就潛入佈滿有毒氣體同污穢雜物嘅地下深井作業。每年都有大量達利特勞工因為吸入有毒氣體而窒息身亡。除此之外，搬運動物屍體、清理住戶排泄物，依然係好多地區達利特人無法擺脫嘅固有工作。教育本來係普通人改寫命運、跨越階層嘅最佳途徑，但對達利特小朋友嚟講，求學之路卻佈滿荊棘同偏見。喺學校期間，佢哋經常被老師安排坐喺課室最後一排，甚至只能夠坐喺地下。部分老師會刻意拒絕批改佢哋嘅功課，同齡同學嘅欺凌同排擠更加係家常便飯。即使有少數達利特學生憑住刻苦努力考入知名高校，畢業之後投身職場，依然逃唔過無處不在嘅種姓歧視。階層壁壘始終好難打破，但係壓迫從來都未曾磨滅反抗嘅意志。達利特人群當中，亦都曾經誕生過偉大嘅先行者同領袖，被譽為印度憲法之父嘅阿姆佩加爾就係其中一位代表。阿姆佩加爾出身達利特階層，憑住自己極致嘅努力，先後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同倫敦政經學院博士學位。佢深知喺印度教教義加持之下，種姓制度根深蒂固，好難根除。於是喺晚年帶領數十萬追隨者集體皈依佛教，希望借助宗教身份嘅轉變，徹底剝離與生俱來嘅賤民標籤，擺脫世世代代被壓迫嘅命運。時至今日，隨住互聯網普及，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，越嚟越多印度達利特青年開始思想覺醒。佢哋借助社交媒體發聲，自發組織各類平權抗議活動，勇敢爭取平等嘅社會權利同人格尊嚴。打破千年桎梏嘅道路依然漫長坎坷，而且充滿未知風險。但平等同新生嘅種子已經喺呢片土地上面悄悄生根發芽。總而言之，種姓制度係刻喺印度社會骨子入邊難以愈合嘅傷痕。達利特人幾千年以嚟嘅悲慘境遇，既係落後制度嘅產物，亦係封建思想禁錮人性嘅直接體現。真正嘅文明社會，從來唔會用出身血統去定義一個人嘅價值，而係尊重每一個獨立嘅個體，令每個人都能夠擁有平等嘅尊嚴同發展嘅機會。多謝收睇本期影片。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任何睇法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一齊討論。我哋下期再見。